台语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你参考，解说解文说字。人讲吼，真正爱认真拼，唔免惊，才会有好名声。啊，台湾俗语内底嘛足济伫咧鼓励人讲，咱唔通惊旁边，都爱认真拼拼。台湾人敢无常常咧讲，圆人的变，变的圆。头一句，国情要甲你讲，做家就请，做人就变。这句俗语话，我相信真侪老辈常常拢摕来咧教时势。啊，当然讲到即个请，就是讲家，就安尼遮请遐请，请看有通好食无？做人就变，啊，即个变，台语就几落音哦。你若讲伊反对的反，这读册音共款即字。毋过若白话，就是国情标题所写的，毋惊旁边就变变嘛，即个变；做人就变嘛，即个变。当然，即个变就是讲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啊会晓找看有路通好行无？毋通讲旁边真挡点，真毋研究新的方向。啊，当然啦，人吼有人伫咧讲。巴肚若枵就全部数，巴肚若饱就无半步。煞毋知影讲着假，原来一句俗语话咧讲，讲枵鸡无少锤，枵人无少面底皮。啊，若这毋好呢？因为枵人无少面底皮，较艰苦的代志咱去做，安尼无要紧哦。人都爱屈下落，这是好代志哦。啊，国情你若讲毋好，煞毋知影讲有一款人枵人无少面底皮，煞去做迄个为非三做的代志，这都毋好。啊，讲到困难，有才调出头天，演过歌戏戏台顶定定咧做，就是宋朝的宰相李梦正。伊上界困难的时阵，冤家求亲，咧甲人做乞食。毋过经过10年寒窗苦读，真正一举成名，有才调官拜朝廷的宰相。啊，真正历史上李梦正定定写一篇文章内底所提起几句话，这做戏台顶嘛一定会提起，亲像讲。李梦成所写的《破幽赋》，国情今日特别讲，互大家做参考。见面头一句，伊就讲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夜光笔足，行不及蛇；乡家两翼，飞不过鸭。马有千里之庭，无其不能自往；人有冲天之志，飞运不能自通。是啦，观众朋友，你嘛会记得讲，真侪无论歌戏、布袋戏，若做到这个站头的时阵。人讲人有冲天之志，无运不能自通；马有千里之庭，无骑不能自往。这两句读完，一定后壁佫斗一句话，讲时呀、运呀、命呀，非我之所能呀。时运命，这毋是表示讲你将交代命运，毋是哦。颠倒是咧鼓励讲，你都要认真拍拼。虽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束缚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条件。毋则李梦正写讲：夜光笔足，行不及蛇。乡家两翼，飞不过鸭。先天有束缚，毋过无要紧。人有冲天之志，飞运不能自通。啊，得神，啊得人，就是咱即马台湾歌伫咧唱的3分天注定，7分嘛着爱靠拍拼。你讲看有影无？是讲国情头拄我来讲，枵家无少锤，枵人无少面底皮。咱若去为非三做，这着改毋好。